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日，咱搁一摆三甲主日，同心来敬拜上帝，互咱用主的灵来敬拜，互咱有自由、有喜乐、有上帝平安的同在。咱同心献上咱的祈祷，听阮的主，阮的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甲祝福。互阮会当伫你所享受遮尔水伫台湾这个土地，互阮通享受自由甲快乐，互阮也通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上帝。特别上帝，愿知阮是你的囝儿，正做上帝囝儿，阮有何等大的福气！但愿用谦卑敬拜心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照着阮所领受上帝话来成做阮信仰的造就，也互咱会当活出水的见证，荣光上帝你的敌人。愿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伫顶礼拜，咱有讲到伫约翰福音第8章，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耶稣通过人道的精神，互伊得到讨棒，互伊有机会。当咱今日继续要看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6节。主耶稣讲：你若踮伫真理内底，真理要互咱得到自由。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有一句口号，安尼讲：若无自由，人宁愿去死。英国文学家拜伦也捌安尼讲：生命真可贵，爱情的价值更较悬。若是为着自由的缘故，两项拢会当放杀。这两项就是生命甲爱情拢会当放杀，但是自由是上宝贝。通过这个话，拢是互咱知影，咧强调一项，就是自由的可贵甲重要。因为自由就是咧维护人性的尊严，也是人类幸福真重要的要素。上帝造人，你甲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做的。所以，上帝互人会当活伫真有尊严，也伫人权的中间。这是每一个人，正做一个人，上帝互咱本来有的恩典甲祝福。换句话来讲，一个人若失去自由，就失去伊的尊严，伊的行动若受限制，人的生活就变成无意义。所以今日世界各国的所在，咧追求人民咧追求，就是人应该有人权。会记哩伫台湾30几年前，咱台湾的人民也同款。当时的政府伫统治的中间，人失了人权，失了自由。所以有真侪民主的斗士，为着台湾会当更较侪的民主甲自由，来牺牲真侪性命。伫使咱今仔日会当享受这个自由的成果，就是人会当有言论的自由，人会当有信仰的自由，人会当有出版社团，人会当有思想的自由。人会当有党派的自由，这个成果是因为过去有真侪为着台湾民主自由的过程内底，真侪人失了性命，咱才会当得到这种的成果。但什么是叫做自由？自由就是人免除外在的束缚、迫害、惊吓甲受控制。
所以一个人，咱的生活中间常常人咧甲你跟踪，安尼咱就是无自由，常常咧甲咱监视。都是咱会当今仔日会当伫台湾遮尔幸福甲快乐，就是活伫即种的自由的滋味的中间。皮美敏教授伫几十年前，为着追求台湾的民主，受控制、受迫害，必须爱到伫海外的所在，所以就写一本册叫做《自由的滋味》。台湾人会当享受自由的滋味，是因为有真侪人的奋斗甲打拼。所以咱会当免除外在的束缚、迫害、惊吓、受监视、受控制。这也就是主耶稣所传的福音内底一项真要紧的。伊安尼讲，互受掠的会当得到讨棒，互痴迷的会当得到看见。互受压制会当得到自由，主要宣告伊的百姓得到恩典的年。总是咱知影，自由毋是这么简单，自由有伊的限制。迄个限制就是有伊的规范。若是无的时阵，人就真紧放纵伊的行为，放纵伊的情欲，要做什么，伊就会当去做什么，去侵犯到别人。这就是失去真正自由的意义。加拉太书第5章13节，保罗安尼讲：兄弟啊，恁若受调，正做上帝的囝儿，就是要得到自由。总是毋通将恁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安尼讲起来，你我伫自由的中间，咱是有受限制。1945年，台湾光复，无受日本继续的统治，所以迄个时阵，真侪人讲：哇，阮自由啊，阮无阁受日本来统治，正做殖民地。所以，阮既然自由，就是阮逐项拢会使。边仔学校国小的椅仔，阮会当举转来坐，错错的倒茶来香火。别人饲的鸡、鱼、鸭、猪，拢会当甲掠转来台来食做料理来食来享受。这毋是真的自由，这拢是借自由的名来侵犯别人生活的自由，缔造犯罪。所以，今日要三甲对这个耶稣所讲真理，要互咱得到自由，这个角度三甲来分享。总是毋是我分享的，毋是咧讲到外在的自由，是咧讲到咱内心甲心灵真的自由。接下来要三甲来思考，什么是真的自由？头一个就是咱会当对罪恶的中间的讨棒，伫捆绑的中间得到讨棒。一个人真做奴隶，真做犯人，伊就无自由。伊爱互主人甲伊划来划去，叫伊做迄个，叫伊做迄个。总是伊会当受讨棒出来的时阵，时间关工的时间到下，讨棒出来，哇！伊才是真正自由，爱食猪骹佮面线。伊即马毋免搁互人关伫监狱内底，受到真侪限制。今咱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6节，耶稣讲：恁若做我学生，恁就会当伫真理的内底来得到自由。总是这犹太人甲耶稣反驳讲：阮都从来毋捌做人的奴仆，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怎样讲阮要得到自由？其实咱若对圣经内底通看见，为什么这个犹太人要讲阮毋捌做过别人的奴仆？咱看圣经，这犹太人的祖先捌伫埃及做奴隶430年，
到伫主前587年，因南边的国家犹大国亡国受掠到伫巴比伦。这拢是表明，这犹太人伊过去捌做人的奴隶，总是怎样伊甲耶稣讲，阮将来都毋捌做过人的奴隶，是因为做奴隶这样代志是足见效的。咱捌做过人的奴隶，做过人的做奴才，这是足见效的代志。所以犹太人真爱民主，讲无啦，我毋捌做过，迄是过去的代志。所以耶稣所讲的，毋是咧讲到奴隶要互人得到自由。耶稣伫这个所在所要表达的，是讲人若踮伫罪的中间，就成做罪的奴仆，罪就甲咱捆绑，互咱袂自由。当咱每一个人拢受罪捆绑，处处互这个罪来支配的时阵，咱就成做罪的奴仆，咱就无自由。甚至因为咱的性命，也因为伫罪的中间也无去。罗马书第3章36章30讲，因为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荣光，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虽然每一个人拢爱面对死亡这样代志，伫咱有限的性命的中间。所以，若是一个犯罪人，伊就无自由。只有一项，就是伊的罪受偷绑，伊就会当伫遐得到自由。有一个宣教师伫非洲传福音的中间，伊引起一个例，安尼讲有一个黑人的囡仔，有一天看到这个饲鸭的鸭场的中间鸭真济，这鸭拢是要杀来做北京鸭。北京烤鸭，所以这个囡仔就真作孽，伊就摕伊的撇看到这个鸭伫遐，伊就伫咧个撇，是只迄撇死去。哇！伊足紧张的，但这只鸭迄撇死去啊，要安怎？伊就赶紧挖一个窟要甲抬起来。等于要抬的时阵呢，拄这个饲鸭的厨师，这个厨房这个大衫去看到。哇！你这个囡仔，你敢甲头家甲拍死一只鸭，你凄惨嘛你！所以对打了后，这个囡仔就互这个厨房的大师控制，爱去彻查，爱去担水。伊讲你若无安尼做，我要甲主人讲，你拍死一只鸭。所以对打了后，这个囡仔就成做这个大师的奴仆。都是担水破茶真辛苦。有一天，这个囡仔讲：“我谁啊爱做这个代志？我决定要甲主人认罪。讲主人啊，魔鬼日前，我用迄个撇甲你的鸭撇死一只，请你赦免我，请你原谅我。”所以，这个主人讲：“安尼好，你要细汉，安尼原谅你。”哇！这个囡仔真欢喜。然后对打了后，伊免做迄个大师厨房师傅的奴仆，受伊控制，受伊限制。即下伫即个咱成做基督徒的人生的内底，其实咱也有缘陷落伫即个肉体的本性内底的罪过。有人讲，牧师你敢是讲伫这个洗礼的时阵，咱讲耶稣基督内底要互咱得到自由的人，要这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过去啊，拢变做新的。为什么我信耶稣了，我有缘会受到情欲的限制？我有缘会做真济歹的代志，讲白贼、传人的闲话，还会爱跋筊，还会做一寡无好的代志。咱若真深来了解保罗伫哥林多后书所讲的，成做新创造的人，这是一个 process， 这是一个过程，不是啪马上就成做新造的人。虽然成做基督徒了后，不断伫咱的态度爱伫遐来改变，咱伫咱的价值观不断爱伫遐改变，
咱的信仰不断伫遐咧追求的过程内底，迄个新的生命来追求，毋是马上就变做新的人，无啦，咱犹原受到情欲的限制。所以，成做基督徒了后，咱受到肉体的软弱，咱还阁有歹习惯、歹脾气，爱搬话搬脚，爱受酒的控制，真济，咱犹原受到这个限制。第四有人无跋筊袂使，无啉酒袂使，无食毒袂使，这个就是受到毒、受到酒、受到跋筊的限制，伊就成做这个罪的萝卜。这两项代志咱需要做。头一项，咱就要真正认真来面对家己所面对这的罪恶，然后一项写来。然后伫迄个中间来宣告对答了后，我无要阁做这个代志。伫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第二项就是因为感谢上帝伫耶稣基督的保护内底，互咱会当得到洁净、得到医治、得到透放。咱无阁再受这个物件，甲咱捆绑，咱才会当真正得到自由。若无这个代志继续捆绑咱，致使咱受限制。就亲像加拉太书第5章第1节，保罗安尼讲：基督透放咱，互咱得到自由，所以都要徛在，毋通阁互这个萝卜的担甲咱控制。感谢主，咱成做基督徒，咱已经成做自由，咱会当看电影，咱会当啉咖啡，咱会当做真济自由的代志，但是咱毋通互咱的情欲甲咱捆绑。那安尼时阵，咱就是活伫罪的萝卜内底。第二项，耶稣所讲的，就是会当对看路甲惊吓的中间得到透放。咱知影看路是互咱的情绪、咱的心灵活伫野线的中间。一个人常常伫这种困袂去、烦恼、操烦、看路的中间，人就会变作无精神，会灰心，会累积，甚至互咱食袂落去、困袂去。咱常常感冒破病，免疫力无好，身躯失去健康。这就是因为咱活伫这个世间有真济这个看路致使到咱无法度赢过这个代志。虽然知影看路原文的意思是啥，就是破碎的心，互咱的心破碎，互咱无法度控制家己。所以箴言17章22节安尼讲：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何故孤单？所以每一届咱若到马街病院摕药的时阵，伊拢会写这句圣经节，讲药食较少咧，你的心情要保持较喜乐咧，安尼你就药免食遮尔济。因为喜乐的心就是好的药啊，要有快乐的心情，药就免食遮尔济。但是咱若忧伤真济，看路真济，操烦真济，咱的灵就孤单，爱食药啊，食真济。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天，这个大魔鬼甲伊的小魔鬼讲：你到伫人间的所在，去散布这个歹境，然后互人伫歹境的中间感染，然后死。你敢若会当杀死2000个人哦，袂当超过。无偌久，这个歹境就伫人间的中间来伫遐散布。毋但2000个人死，搁4000个人死去。这大魔鬼就问讲，这个小魔鬼讲：为什么我甲你讲2000个人就好，你或者4000个人拢死去？这小魔鬼就甲大魔鬼讲：无啦，我只有杀2000个人尔，搁来2000个人拢是惊死去的，因为惊感染、惊死去。互咱想到讲，
伫311，这个日本发生这个地动、水涨海啸，佮核能着像这个辐射走出来，到伫全世界，所以真侪人都惊这个辐射会感染，所以伫韩国、伫中国、伫台湾，真侪人拢买盐。哦，你抢盐抢到拢无盐，讲食盐会当防止这个辐射，唔知有影无影？但是辐射防治啊，盐食伤济，油脂煞歹去。因为安那，咱真惊，佮惊出外，唔敢出去，安那有辐射层。听讲最近咱附近这个亚麻岛日本料理的生意加较歹。因为日本的这鱼啊，这沙卡那拢会走，怎走对台湾来，所以咱食这个鱼啊，拢会受影响。咱适当保护家己，这是需要，但是过度的惊吓，这就是唔好，会影响咱的身躯。所以约伯记第3章25节到26节安尼讲，我所惊的代志，一项一项出现。互我抵到不安的代志，偏偏临到伫我，我无平安，得袂到安息，我的烦恼不断的发生。咱知约伯记咧记载，忽然间的灾难，和约伯的财产拢无去，包括伊的身躯嘛生毒疮。所以约伯伫咧讲，我所面对遮尔济的惊吓不安，一项一项咧产生。其实这也是伫咱徛起伫台湾的中间，有真济互咱惊吓的代志，不断的产生。总是今仔日，主耶稣讲，咱若踮伫伊的真理内底，要互咱得到透放，互咱会当得到自由，无搁再继续活伫这种的惊吓不安的中间，困袂去、食袂落的中间，必须咱面对。咱的身躯有真济艰苦。心理学家史密斯也安尼讲，讲每一个人天生都有3项的情绪，一种就是惊吓，一种就是生气，一种就是失志 （depression）， 真失志、真消极。哦，那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情绪。是咱无拄着，那拄着的时阵，咱就自然有这种的惊吓不安，互咱感觉真受气的代志，咱都会受气，甚至拄着挫折的时阵，人就会失志。这是人真自然一种的情绪。总是这种的惊吓、跨入不安，会致使到咱精神的痛苦。所以，咱一定要对这个中间受透放出来，那无才会继续咧控制咱，咱就常常活伫这种不安、超凡、跨入的内底，这不是上帝爱咱活的情景。诗篇7篇第1节、第3节讲：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惊之罪。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惊之罪。希望咱存在环境有遮尔济无好，但是咱的心灵是平安的，是自由的，是喜乐的。互咱伫这种惊吓的内底，会当得到透放，会当得到自由。第2项，咱要思考的就是，要怎样会当得到这个真的自由呢？头一个就是真理，咱若踮伫真理内底，真理互咱得到自由。31节的圣经安尼写，耶稣讲：你若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学生，你要认捌真理，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上帝做人的时阵，互你我每一个人拢有理性，这个理性就是要追求真理的代志。所以，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米的中间，
也通过人的理性来探讨、来追求迄个真，也因为安尼，互咱的社会愈来愈进步。人性的理性就会当发展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就是人的理性的累积，要找到真理来累积这个智慧甲学问。也因为人性会当求真的态度，互咱会当享受真大幸福甲快乐。古早的时代，敢若里长一支电话，人就继续发明追求讲，若是敢若一支电话无方便啦，是毋是咱逐个人拢会当摕一支电话，安尼较方便？所以因为在追求真理的中间，这凑出来，所以逐个人拢有一支手机。然后这个手机啊，还个手机若碰见，即马拢有卫星定位。昨我咧食饭的时阵，有一个兄弟讲，伊去旅游啊，转来手机煞碰见，啊，毋知要安怎，真侪资料拢伫内底，会当通过卫星定位，甲迄支手机啊找转来。这就是咱的理性咧追求真理的过程内底，互咱享受现代化的幸福。总是，咱若看见，若手机还有电脑。通过电脑会当进入伫世界无限的跨的中间，所有的资料拢会当伫电脑内底。也那呢会当将咱的资料要随传到伫美国、传到欧洲，马上就会当去。这就是人性的理性咧追求真理的中间所带来的幸福甲快乐。总是相时人咧追求这种真的过程内底，嘛不断咧制造问题。人来继续找答案，或这个答案会当来解决制造问题、解决问题、佮制造问题。这就是咱活伫这个有限的世界内底，咱的困扰。这是耶稣讲的真理是什么话？真理就是藏伫四海不变的原则。你无论到伫台湾、到伫日本、到伫什么所在，若是真理，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因为耶稣基督伊讲，伊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生命。若无我，若无借着我，袂当到天父上帝遐去。”安尼什么意思？安尼就是讲，遵守耶稣基督的教示。实践上帝的话，就是咧行真理。所以人伫真理内底，就会当得到自由。通过耶稣所讲的话，成做咱一切判断价值的标准，互咱会当得到永生的道路，甲神同在的喜乐。所以咱若遵照圣经的道理，到底倒位，咱拢行会通，你拢会当成做一个快乐的人。虽然俗语一句讲，有理行遍天下，啊若无理咧，寸步难行。若是徛伫真理，咱到倒位，咱拢会当真自由。但是咱若毋是徛伫真理，就寸步难行。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真理，要互你我会当活伫自由的中间。第二项，36节，天父囝若叫恁自由，恁就真正自由。天父上帝囝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是要互咱通过伊来领受伊的平安甲祝福。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甲第6节讲，因为伊的刑罚互咱得到平安，伊的鞭拍互咱得到医治。咱拢亲像羊行袂路，逐人行家己的路。耶和华互咱众人的罪孽，拢归伫伊的身上。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互咱通过伊来得到拯救的恩典，罪的赦免，同时互咱得到逃放。耶稣基督互咱得到逃放，互咱成做上帝囝儿的恩典甲自由。虽然需要传福音，互真侪人会当成做上帝囝儿，来得到伊的自由的恩典。
第三项，伫哥林多后书3章17节讲，主的灵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就是讲，圣神互人顶头先将基督的生命放伫人的内底，互人有自由的意志，甲心灵来敬拜上帝。今日要来教会，无人甲你限制，你有自由的心灵，甲自由的意志来到上帝面前，要互咱经验圣神的同在甲喜乐。所以保罗伫罗马书安尼写，讲咱若顺坦肉体，就要死；当时照着圣神来行，咱就要成做上帝的子。虽然毋是受着罗卜的心有缘行兄，咱要成做上帝的囝。虽然会当讲阿爸爸上帝，咱是上帝的囝，所以上帝的囝就会当踮伫上帝的家内底，咱有伊的权柄、伊的恩典甲祝福。圣神甲咱同齐证明，咱是上帝的囝。当咱所受的是上帝的囝，咱就会当真自由伫上帝面前，甲上帝灵来相通，这是一种疼的关系。约翰福音第4章讲，上帝就是灵，敬拜伊的人爱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所以咱来用咱的心灵来敬拜上帝的时阵，上帝的灵就甲咱同在，互咱享受对伊来的平安，互咱享受上帝的同在，迄种的恩典甲祝福。亲爱的姊妹，今仔日咱是活伫自由的时代，总是有真侪人伫自由的时代，却活伫无自由的中间。为什么？因为咱受捆绑，咱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必须咱无法度伫迄个自由内底。也因为安尼，咱的生命有真侪惊吓、真侪不安、真侪操烦。总是主耶稣来，伊讲伊是真理，真理互咱得到自由。兄弟姊妹，当咱活伫主的真理内底，照上帝话来行的时阵，你要成做自由的人，我也要成做自由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要互咱活伫伊的自由、伊的喜乐、伊的快乐的中间。上帝祝福咱大家，更较侪领受上帝话、上帝的真理，互咱活伫伊的幸福内底。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通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的帮站，互阮通过遵探主的话、主的真理，就互阮行到伫倒落，阮拢会当成做一个自由快乐的人。主，阮感谢你，过一摆通过你的信息来帮助阮。有时阵阮有看路，有惊吓；有时阵阮互罪较赢。总是主啊，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讨帮阮，互阮真正亲像主你所讲，迄个受掠的要得到讨帮，心灵的目睭痴迷的要得到光明，迄个受压制的要得到自由。主，阮感谢你。互阮真正伫你自由恩典的中间，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你，互主你的疼也踮伫阮的中间，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谢，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个做伙来吟诗，圣诗444首 A， 圣诗444首 A， 伫我救主阳光面前，请起立。
子，常常帮助那类夫妻。愿我救主是，赞我听你一日那亲，将我生命献乎你耶，何大我主，主你愿地看无家己，阿生的脚你洗清气，你好模样，我路来行，正做一体，大家相听。救主做我无食，我经过死路呀，也伫姊妹才做一体，大家同行一路无停，日日交陪。那久那亲，何歹经有三听无尽，但愿眼光归地上帝，一切恶路直到万世。请坐。下面，咱要用方言来说接咱的礼拜。伫为方言的大声，我要代表上林教会来欢迎今仔日第一摆来到阮中间的兄弟。恁伫外面若无填来宾的老名卡，请恁将恁伫内底所填的交阮收方言的执事，阮有机会通介绍你，通合你熟悉。
请起立。主，阮徛伫你的面前，搁一摆决志，要将你所予阮的恩赐摘掉，阮家己的生涯奉献伫你面前，嘛奉献阮所趁的淡薄的金钱，做你教会的路用。阮安尼恳求，奉靠主耶稣名来求，阿门。请坐。伫咱的青年教会过2冬要进入100周年的庆典的时阵，咱有特别请咱前陈茂生教授来为着咱来写歌词。咱也特别真难得来邀请萧泰兰教授来写曲。今日本人伫这个中间，咱请伊起立，互咱来熟悉伊。非常的感动。这届萧泰兰教授将伊一生所写的曲，拢所写的原稿，拢奉献。和师范大学所以师范大学邀请伊来倒转来萧泰兰教授是咱台湾人，也通称作台湾的拉赫曼尼诺夫是一个钢琴的诗人、钢琴家、指挥家、甲作曲家，也栽培真侪国际水准的演奏家，也有写真侪认同咱台湾的曲，所以通讲是全力推动台湾本土音乐，将台湾的乐章发扬到伫全世界角落。所以这个真难得倒转来。虽然伫设教100周年的歌词甲歌曲拢已经写好，虽然今仔日伫萧泰兰教授倒转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咱要做伙来唱青年教会100周年的纪念歌。
接续我来报告咱的周报，请献开周报第六页。第三项，集体关怀。本会苏正宏兄弟的丈母庄丹静姊妹，伫3月31日安息，约定伫4月7日，就是今仔日伫迄个公山举行公祭，请兄弟关心代祷，嘛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本会廖淑丽姊妹的老爸廖修廉兄弟，伫3月2日安息主怀，也定伫本礼拜六4月16日的上午10点，伫新庄长老教会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参加。也第三点，本会王顺良兄弟，就是李美玉的姊妹的先生，伫4月74日安息主怀，嘛定伫4月20日拜三的早起时11点，伫第2殡仪馆的志中厅举行入殓个别的礼拜，请咱兄弟关心代祷，也来来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五点，小会蒙德里伫本礼拜5 7點暗时7點，伫9樓有小会的蒙德里请小会员甲4月24要受洗礼的兄弟准备心来参加。另外，东南西北部区的灵修会要预定伫5月2日到2日，迄个报名的时间是到5月7日，请向运会干事甲谢干事来报名。准备委员会的消息，咱看伫第7页的上顶悬倒边的所在，多元对话演习班，时间是定伫本周六4月16日的中昼12點到下晡4點，伫咱9樓的會議室，請報名的兄弟準時來參加。佮掀開第9頁團契消息。第5點，亞子團契靈修會就由嘉南、金色甲亞子甲天母小組聯合來舉辦，伫4月17日的下晡1點到4點，伫咱10樓的大禮拜堂，講員是羅俊義牧師，東門教會羅俊義牧師，伊所要講的講題是信甲無信有啥物無區別，請報名來參加。報告以上，下面是牧養代禱，甲歡迎來賓時間來交予陳牧師。咱三角内为着这个全世界，咱看第19页，全世界这个传染病咱来关心，也为日本祈祷，也为着咱的教会伫富里园区这个长者因的生活、因的出入，拢会当有主的平安甲祝福，咱为着这个来祈祷。受恩的主，阮的上帝，阮同心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历史的主宰，互阮人类徛起伫上帝你所造宇宙的中间，主阮深深体会阮的美色。阮常常用人要赢过上帝，伫是破坏侪大自然，相对阮所拄着这个灾难不断伫阮的中间。所以，阮要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上帝你怜悯你造这人类，互阮会当伫你所徛起享受这个地球，会当得到安全。所以，阮也为着伫世界这疫情、这传染病无过一届来影响阮，这传染病拢会当来离开阮。阮也为着日本
伫地动海中等等所拄着这个大灾难，互阮得到警醒，阮就好好来听惜上帝你互阮伫台湾徛起这么水的所在，特别为着伫彰化搁要起这个国光石化，愿恳求上帝来怜悯，互阮的执政者有够野的智慧来处理这样事，互台湾真正会当成做一个幸福快乐的所在。主阮啊，为着双连福利园区，阮的长辈伫遐徛起，求主看顾，互因出入平安。主愿今仔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的每一位上帝你的囝儿，愿真正会当伫你的听的中间，愿照上帝你真理的准绳来行，也互阮会当活出自由甲喜乐的生命，来归荣光伫上帝，献上阮的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代表教会来欢迎今仔日新的朋友，头一位陈世章、陈金杰爸囝伫咱的中间，咱非常的欢迎伫这个所在咱非常的欢迎咱坐伫边咱来甲伊握手是咱教会陈淑华姊妹的兄弟佫一位郑英梅甲郑淑华伫咱的中间，咱来欢迎伊，毋知伫倒落，我来欢迎你伫遮咱非常的欢迎非常的欢迎。佫一位连佩琴姊妹是这个所在，咱非常的欢迎咱也欢迎对美国倒转来退休伫哥伦比亚的教授 Edward Su。We welcome from USA Professor Edward Su。伫这后壁这个所在非常的欢迎。毋知佫有第摆来无啥来嘛，靠互阮来欢迎你。当咱坐伫遮的新朋友边咱礼拜了后，用咱的热情来接待因到伫贵宾室。咱来吟所要编诗，圣诗514首，圣诗514首。当要散会求主赐福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愿恁得到天父上帝极大的疼，
长看关心，丰丰富富，甲恁三甲同在。也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互阮学习彼此相听甲接纳，伫圣神的带领甲引带，互恁充满温顺、才调甲能力，通为主做见证，对他直到永永远远无尽。阿免。请坐，灭温、灭倒、下温受切恳。献歌队员男声合唱团，请来头前排队，唐家小老师做翕相。献歌队员，献歌队男声合唱团，请来头前排队。